其實你唔使讀大學，喺香港好多人都覺得中學畢業之後就一定要升讀大學啦。但其實你有冇諗過，你只係中咗呢個市場嘅陷阱？唔好誤會，我認為學習知識係好緊要，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終身學習嘅心態，令自己成長。但係問題就係，好多人連自己想做咩都唔知，為咗迎合人哋期望就求其拎個學位。但係畢業之後呢，你揾到嘅工作又有幾多成係同你讀嘅個科有關？同埋你都唔應該亂咁聽人哋講話讀大學一定要揀專科，因為相信我，如果你連自己點解想讀專科嘅原因係咩都唔知，你最後咧都只係變成一個社會上面毫無生命力嘅齒輪。我唔否定拎到大學證書係會多好多選擇嘅，但係問題係，如果呢度多咗嘅選擇都冇一個真係完全適合你個人條件，發揮到你潛力同優勢，你讀呢啲書揀呢啲工嚟做咩嘢？唔好呃自己話大學有好多豐富知識，明明你去個圖書館問 AI 就大把嘢學到。你要承認你想讀大學嘅原因，只係盲目跟蹤人哋嘅說話。你要記住，你係有自由意志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提升個人思維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按埋個鐘仔。我係 New Type 員阿龍。